拄则要讲煞，就是讲，伊早会想诚济，会想讲，这人为什物要安尼对待我？就亲像迄个查甫的夜妇，我会着想讲，伊哪会看我无？安怎搁安怎？毋过，即马讲豆豆伫学物件，学即个心灵吼，去学一寡人生的人生的道理吼的时阵，我就会知影讲，就是有诶人有可能伊拄仔伫学，伊就会看我就无顺眼，毋过这对我无影响。毋免讲，啥物拢替互人幼气，就是啥物人牵去，莫讲伫这地球这个课程这个课内底，应该是想的重点啦，咱看着专心的物件，就是讲我啥物物件本来袂晓，即摆会晓啊。会晓其实佫分足侪种，有诶是讲会记忆方面，像讲台语讲，即个即句话变怎讲，即个台语词变怎讲，会晓啊，有听过啊。毋过你若去讲，有可能讲会好势，讲袂好势，爱练习，就变讲，我若知影讲信念创造咱的实相，这道理我知影，就亲像讲台语即个词要安怎念，我知影。毋过我着爱需要讲一摆一摆家己讲，讲甲调整，调整讲即个音拢无啥物问题。所以讲，我会上台语的家教，家教就是老师伫遐听你讲，听你讲着讲，你这音有问题，爱调整无？就是安尼。过来尾仔就是讲，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我突然间想到一项代志，不要紧，等下记就好。就是练习嘛，练习就是讲，就是一摆一摆，就亲像讲，你即个查甫的夜妇因就是对我较无友善，有可能有啥物有啥物原因。若亲像以早，我着讲，我做希望会当讲清楚即个误会，互伊知影讲，我嘛是一个有价值，会当讲会当交往的同事毋免甲我当做是一个一个大歹人安尼，甲我排斥。以早会想讲想要做一个大家拢做欣赏的人，若有人对我的态度无好，我都会诚艰苦，拢会希望讲若有机会，伊讲啥物人有啥物会当斗相共，我就会紧做热心的做热心讲，我会使，我会使，希望讲无就是讲有啥物会当牺牲的做会斗相共的我就冲第一个，希望会使互伊改变对我的看法。以早我就是安尼做，即马就虽然我就会当了解讲，对有诶人就是讲，无法度讲每一个人拢甲我欣赏。若讲我要做较到，做遐到，讲每一个人拢做需要我即个人。我早就忝死其实就是安尼其实拢是讲，拢是爱牺牲的毋过我来地球目的是啥？若是我是要来学物件的，我当然就毋免讲为着讲互大家
老对我印象诚好，我着无做我家己，因为我若要来学物件，我已经爱知影讲，我程度到倒位啊，我爱对家己足了解的。就亲像讲，我拄仔开始学台语，我着爱知影讲，我的程度有可能讲听台语我是无问题，莫伤深。听有，毋过讲是知影要安怎讲，无练习，所以讲迄个腔啊怪怪，无练习就是有欢喜，受着欢喜，替欢喜牵去。无就是讲有一寡音，无法度发甲做正的臭奶呆，就是讲，有可能无去练习，无用即个哪喉啊，搁有啥物喙根、喙舌，这我拢无练习过，所以讲，我着爱明白讲我即马程度伫倒位，毋过毋免讲，毋免阁去假做讲我诚厚，着毋免安尼。我若讲要假做我诚厚的话，诚敖，诚敖的话，就会变讲，我着开伤济时间伫遐，为着为着要讲会假一个嘛，想要假甲诚厚，假一个，着诚济时间拢伫遐，着无时间好好啊去学物件。若今仔台语，我想讲，要去假一个，假讲我的台语诚好，变讲我着毋敢伤开喙，我着讲较有把握的台语，我较开喙讲。有人就会想讲，这样台语袂歹啊，因为讲足少的，你讲愈济就会破绽愈济嘛就亲像讲，我即马讲我家己的台语日记，就有讲愈济话，就愈听讲这嘛甜淡，遐嘛甜淡，就愈讲愈济，当然就愈惨。毋过呢，讲愈济嘛较有即种进步的机会。我若讲愈济，我就知影讲，家己阁有倒位无足、无好势。若讲有机会，紧家补起来。这就甲咱来地球的人生是共款的啊。若讲逐工拢想要做好人，就开足侪气力去做别项代志，毋是讲甲家己会艰苦。为什物会艰苦？对一件代志，为什物会惹家己生气？别人都袂生气啊。为什物家己会做无安全感呢？会想到足歹的所在去。这是毋是讲家己的想法爱进步、爱调整？就是即种，所以爱需要一直了解家己到底伫想啥物，家己的特色，家己较脆弱的所在伫倒位，就是爱明白家己，较会学会好。像我若伫学台语的时阵，我就无需要讲，安怎练啊，就是甲迄种日本时代迄阿姨姑婆啊，甲因比，甲顶一个的比，就比袂过啊！哪有需要搁讲搁练啊？都无法度，嘛无法度去讲遐济台语啊，可能就是，知影的台语愈来愈少啊，咱嘛无法度讲啊比别人搁较好，有可能就是安尼想迄有诶无诶，这拢无必要。毋过咧，嘛是爱想讲，家己会到底倒位爱去加强，所以就是爱定定了解家己，了解家己的台语，到啥物程度，安尼较知影讲倒位去家己补一个，倒位会当
加强。这练习训练口语啊，佮有讲，看台语拼音，还是讲用台语拼音使用这嘛是练习。啊，佮有第三层呢，无共款的学习，就是欣赏。讲看这台湾字，我看会出来，这无共款哦，即种欣赏。其实这嘛是无共款的，这境界。这意思就是甲咱的人生共款啊。一开始就是咱学的物件，就是学讲要安怎甲这社会每一个人斗阵，莫互别人讲这人足自私的。毋过渐渐，这基本的有，咱就开始爱需要去知影讲，我伫即个地球的课内底，我是毋是有倒位无去好好学？有讲有机会会当去体验，有机会会当去进步。毋过我就无想要学，嘛有可能，就亲像讲，囡仔台语细汉都讲甲诚好诚好的人，伊口语诚好，毋过呢，伊叫伊讲有台文字哦，伊就摆脱啊，伊讲即种物件啥发明的假路，伊会安尼想，伊会想讲我台语就足好啊，亲像讲我上课这台文班的老师，伊就分一个讲差不多有100条100项，就是讲咱定定讲的话是讲无正确逐个安尼像俗某根本毋是俗某可能是我袂记安怎念着有一个正确音。即个音呢，其实就是真正有注重的人，去现字典的人伊讲出来是正确。毋过大多数的人，伊拢念错误的，你用正确的，人颠倒讲这人哪会讲足奇怪台语？有需要安尼吗？这就是讲，亲像咱即摆伫地球共款足侪人讲，我着做够啊，足够趁钱啊，我着搁带有结婚生囝啊，我诚厉害啊！你搁叫我去学这学迄，学讲我到底是啥物人？我搁有啥物需要学的？你假咯，就是共款的道理。就是讲，若用学习来做即个来地球即件代志，其实足侪物件都会看甲诚清楚呢。无以早就想讲为什物咱人爱来地球？这有啥物意义？介是无啥物意思啊。毋过若是讲是为着学物件，安尼听起来就对啊。来台文班，当然，你来台文班就是为着要去学台语啊。有人来台文班，是讲为着交朋友的嘛。无有人来台文班报名台文班，是为着讲要显示讲找着伊的成就感。伊拢第一名有一个人伊的国校拢读煞爱升国中啊，又讲袂。我为着爱有成就感爱互我有即种感觉我足厉害的，我搁要搁读1年的国校，有即种人吗？其实无呢。所以讲，咱若去台文班，当然就是为着主要是为着要学物件嘛，毋讲就是嘛会变质会扭曲，就是讲一开始是为着要学物件，毋过可能就是跳内底气氛啊，还是讲老师的方式，变讲有的人讲
我著一直忍甲讲这课结束就好啊，都无爱来上啊，足痛苦诶。咱诶地球嘛是有即种人啊，逐工拢生活甲足痛苦诶，找无趣味诶所在，拢逐工拢足想要讲，看会使这世人无爱来做人啊，做人足艰苦诶，嘛是有。这著是本来一开始来地球来报名台文班，报名地球班，拢是为着想要好好啊学，毋过著是学诶即个过程中间会拄着一寡无法度去适应诶，无法度过白落去诶。若讲台文班嘛是有可能啊。我是拄仔好拄着陈鸿辉，诚经验诚济，知影讲爱要安怎要安怎教学生，会较有经验。我嘛有可能讲，伫一个班内底，拄着一个老师，是讲有学生甲人欺负诶，嘛是有啊。伫遐一直翻诶，伫遐背骨诶，嘛是有。就亲像咱地球内底，嘛是有一寡人什物中国诶什物上大尾诶人，甲人欺负，嘛有可能会拄着哦。无就是讲，即中国人伊若伫遐伊拄仔好个，其实嘛，其实安尼讲是嘛是为着要互迄个人学习啦，所以我即个比我即个可能无啥物适当，应该意思是讲，嘛有可能讲咱来台文班嘛有可能就是拄着这老师是教家己较袂晓，较无经验，互咱感觉即个课实在是够无聊诶，足后悔来上课。若咱讲来地球诶课，嘛有可能就是拄着讲，我本来是想讲，我足简单诶啊，我若讲会使过即个坎站，我就会使学诚济物件。结果无拄仔好，感觉伤痛苦啊！咱这灵魂无的确会当适应这地球诶课程啦，嘛是有可能。咱可能灵魂是足介意自由自在，结果咱拄着诶这坎站伤悬啊，伤困难啊，就亲像讲，我即马若讲台文班，结果我就想讲我真厚，我就去找一个，全部拢是台语，安尼规节课一直咧讲台语，安尼，自头到尾拢是拼音伫遐，互人听甲诚痛苦，看甲诚痛苦，嘛有可能会拄着即款代志哦。每一个人状况无共，咱伫地球嘛是有人就是无，就开始不爱学物件，因为伊就受着这社会主流的意识的影响，这观念的影响。因为咱的灵魂是一个意识的即个生命，所以讲意识是会影响一个灵魂，佮影响伊伫地球伊会拄着的所有代志。所以每一个观念主张其实拢会影响咱即个灵魂。所以讲有可能，伫地球拢伫学物件，毋过每一个人的状况佫无共。就我相信讲，伫台文班嘛是共款，有日本人来，结果讲听无呢，拢想袂到老师拢用台语来讲，伊就拢听无足艰苦诶。老师嘛甲伊建议讲你去
选别班好啊，这可能对你来讲伤深啊。所以咱伫咧地球嘛是有人会拄着即种状况，有可能伊就会去杀人，杀讲为着要去互人判死刑嘛，是有可能咯。就是讲会拄着搁较侪人，搁较侪无共款的状况。毋过咧，这地球的每一个人拢是咱的同学哦。虽然有可能有人是作假，就亲像台文版内底有甲咱甲咱斗相共的即个助理工作人员嘛有，伊嘛坐伫即课内底伊嘛是有时阵会去做学生。有的人就是无爱做学生，讲我就是来做助理的啊，来做老师啊。有可能伊就拢无爱学，拢是足紧张的。伫遐看有啥物工课爱做，嘛有可能。所以咱的地球即个来拄着遐侪人，有的人其实是教材，伊毋是真正的人，伊是 NPC。伊就超工就是做一寡互你做艰苦的代志，毋过伊是为着要传达一寡信息，要甲你教。亲像讲我的前主管啊，伊迄个时阵就惊讲我这人伤过热心啊，有野心，伊就拢啥物代志拢不爱互我做。迄时阵我就想讲，伊对我诚歹，看我无点。毋过即马拄仔好啊，就是因为讲，有迄个主管伊拍即个基础，就是讲我拢无啥物代志会当做。我即马较有法度讲会使有即种较有即个机会会使去学台语啊。若讲我做拢是上重要的代志，无就是讲我开始会当做一个副手，小小的主管。我就开始讲袂当我爱表现诚好，我爱逐工拢伫为公司设想，我就会变做即种人。我若是即种人，我哪有可能讲去学台语啊？同事过来甲我讲话，我阁回伊台语，我就无可能做这代志嘛。因为我若做这代志，就会互我讲做互我升做主管的机会阁愈来愈少。所以讲有时阵失去，颠倒是得着。若得着，有可能就是失去。其实就是安尼，像我的前主管前顶司，伊看起来就是讲，哪有一个人，即个某物人，嘛无做啥物代志，无啥物才调，就是可能做一个形象，无就是出去一支喙安尼，互董事长对足欣赏，一路甲伊栽培。变讲我这前顶司会食醋啊，而且伊是做甲老花老干，开足侪时间，逐工拢伫做公司的代志，若是会替伊骂嘛是有可能，就是会有派即个责任，结果咧，伊就是无替做官无伊的份，若讲要爱找做代志的人，一定有伊。伊就足失望的，所以讲看起来伊是失去。毋过嘛有可能是即个原因，伊较有机会去新的公司，去拍拼。毋过即个某物人看起来，诚好康呢。这足少年做官升做主管，这速度诚紧。即马是副总啊呢。毋过看起来是有得着，有可能是失去。
为虾米是失去咧？有可能就是伊就开始无诚拍拼，无伊就一直想讲我着爱一直伫即间公司，有可能有一工就颠倒讲，无训练家己等等，有可能也是无共款的原因。有时阵咱看着是缺点，毋过有一工会变优点，欠点会变优点，有时阵看起来是做歹做歹做歹，结果其实是另外一方面，佫是好诶。像讲，若对你讲，我想要伫公司发展，要做主管去追求，追求做顺诶，会当升起来做官。当然就是无人甲我牵嘛，无人甲我提拔，看起来是安尼。毋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拢无，所以我即马就会使足自在的，佫会使去学台语所以即个久久的顶视，伊帮助我两件代志呢。因为是我较有可能开始写我的长篇爱情的小说。想看觅我遐出来社会食头路遐济冬，我拢无想着讲，有一工我真正有法度，搁写一摆小说呢。嘛是因为即个顶视的关系，搁有学台语即件代志，嘛是嘛是因为即个顶视，互我讲这写小说写的嘛是感觉讲无法度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就是讲，足侪人学乐，足侪人肯定别个人对我的即种鼓励，我足需要的。我就讲无我就来练台语好其实我嘛讲自细汉去读国校以后，拢无开始开喙讲台语以后，我嘛无想着讲有一工我阁会去找台语，去甲台语捡转来呢。嘛是因为即个顶视的关系若会今仔对我诚好，对我诚器重，有可能我即马阁伫拼公司的代志所以讲即种代志拢足歹讲的。即马呢，我就是会使用足侪角度来看一项代志，明白家己，安尼就袂用以前的角度讲，这个人怎会无爱甲我肯定？我做遐好，怎会无人注意？其实这拢是为着讲配合别人甲我学乐。因为我毋知影我来地球是为着学习。我若为着学习，其实老师嘛有学乐，同学有学乐无？这甲我学物件无啥物关系呢？学物件本来就是家己较会知影，而且家己就是家己去肯定家己。学物件就是安尼若今仔去选举就毋是安尼啦。选举我讲我心目中，我家己心目中的当选人，安尼嘛无效毋过咱来地球的目的是学物件呢，所以讲上重要的主角是家己，毋是讲啥物人有甲你学乐，啥物人有对你足尊重的无。这无关系咱若是要学物件，就是爱知影讲家己的欠点，要安怎改善，以前想讲足无爱听这，为什物爱找家己欠点，爱甲家己去
改变讲符合什物人的期待，为着这社会主流的眼光，去改变家己的摆设。毋过呢，若讲这是为着家己，就是讲我家己想要成为安怎的人，想要做一个快乐的、自在的，莫讲一两个人安尼，看我无啊，啊无就是甲我袂合，我就感觉足悲哀的、足悲伤的，啊无就是讲，甲翁斗阵的时阵，翁若讲较忧头到边，我就想讲，受害者意识阁来啊，阁伊就是无良心啊，伊就是安怎安怎，我无想要做安尼的家己，所以我会改善、改变家己的缺点、欠点，是为着家己，安尼是正好的代志。就是希望讲家己会当用学习的角度，继续过家己的人生，会使得到快乐。